尋晚《王者榮耀世界冠軍杯總決賽》，TS 成功讓3追4再奪冠軍。今次嘅總決賽可以話係咁多總決賽入面最驚險嘅一次。首先 ，DYG 憑借住 FFF MVP 9成嘅精彩發揮，一嘢就將比分打到去3-0。呢個時候，相信有唔少觀眾都已經喺度諗緊，恭喜 DYG！FMVP 皮膚應該都係出百里手藥㗎啦。跟住 TS 嘅暖陽就表示 No，FMVP 應該係鏡先啱，然後就帶隊成功扳回一局。跟住 TS 嘅獅酒又表示，其實我嘅百里手藥都好準下㗎，然後又帶隊成功扳回一局。TS 嘅暖陽睇到自己嘅隊友獅酒同阿豆發揮得咁好，突然間苦區一陣，哇！依家啲人為咗搶 FMVP 可以去到咁盡嘅咩？唔得，再唔努力啲 FMVP 可能真係要換人啦。於是攞出一首街頭霸王韓信，連夢雷老師都直呼內行，並且成功斬獲 MVP。自此 TS 讓3追3，將 DYG 逼入巔峰對決，然後再喺巔峰對決入面正面擊敗 DYG 引以為豪嘅百里手藥中單加公孫離大橋體系，成功讓3追4，奪得王者榮耀世界冠軍杯嘅冠軍。TS 好嘢，奇蹟之師不止奇蹟。以上係 TS 嘅粉絲睇比賽嘅時候嘅反應，而我哋同水友一齊睇比賽嘅時候嘅反應就好唔同啦。一邊睇一邊嘆氣，唉，有少部分朋友仔嘆氣嘅原因係因為百里手藥又要削啦，而絕大部分朋友仔嘆氣嘅原因係因為排位嘅時候又有好多人會搶百里手藥啊！每一次 KPL 有乜嘢新搞作，當晚嘅排位即刻就有粉絲跟風，咁啊真心建議咁多位朋友仔唔好輕易模仿 KPL 嘅陣容同埋出裝，就好似今次咁，尋晚到而家我單排咗5局，5局都有百里手藥，5局入面我輸咗3局，聽起身好似還好啊，仲贏咗2局喎，因為我贏嗰2局百里手藥喺對面啊嘛，鋪都揀百里手藥都算啦。個問題係你唔好鋪都出3無盡好唔好啊？係啊，一槍打咗落對面坦克度，直接冇咗半條血係好型啊！個問題係你打得中先得㗎，人哋攞百里手藥，你又攞百里手藥，人哋乜嘢命中率，你乜嘢命中率啊？人哋係9成啊，咁你係幾成啊？1成都冇啊！而且人哋係百里手藥打中單，係負責 poke 㗎，人哋仲有一個公孫嚟打射手補充傷害兜底嘅，哦你就攞個百里手藥打射手，仲要出3無盡，一啲攻速都唔加，結果打團戰嘅時候射又射唔中 ，A 又 A 唔出，一啲傷害都冇。你攞個百里手藥有咩用啊？做眼啊！跟住近排唔知係咪受到世冠嘅刺激咧，就係大家買 FMVP 皮膚嘅時候見到 Fly， 除咗耀之外，仲有一個花木蘭嘅 FMVP 皮膚，哇！突然間一股信仰湧上心頭，邊路係我嘅信仰？跟住即刻單排一局秒選花木蘭，使用 FMVP 皮膚，跟住就俾對面嘅上單打爆咗啦！真係，就連 Fly 都對策劃隔空喊話，話寧願唔要 FMVP 皮膚都想加強一下花木蘭。嗰啲睇咗幾場比賽嘅普通觀眾，究竟乜嘢自信突然之間攞個花木蘭出嚟，仲要唔係猥瑣發育嘅呢？重點係有少部分收睇 KPL 嘅觀眾對自己都係一股迷之自信，對自己需要打出職業選手嘅表現，如果唔係揀呢個英雄就一啲領用都冇呢一點，覺得完全冇問題。可能佢哋係覺得我都睇咗咁多比賽啦，都算得上係一個好資深嘅玩家嚟㗎啦。既然我都咁資深啦，咁我一定會玩得好。呢個邏輯真係天衣無縫，我一時之間真係唔知點樣反駁好，只能夠見一個舉報一個。我真心建議咁多位有收睇 KPL 嘅朋友仔，想學習 KPL 嘅陣容同打法，其實係可以選擇開黑㗎。你叫埋幾個朋友同你一齊試下 KPL 嘅黑科技，難度唔香咩？陣容又合理，配合又默契，最緊要就算輸咗都唔會俾人啊！咁你都要夾硬單排練英雄，你係中意俾人定係實在冇朋友啊？同埋我覺得咧，做人唔可以咁。人哋職業選手百里手藥3無盡打無虛發你就去學，人哋職業選手英雄海打滿 BO7 都仲有英雄用，你又唔走去學，攞嚟攞去都係嗰幾個英雄，對面一 ban 瑤瑤公主你就冇英雄用啦，咁你玩條鐵啊！最後，如果有天美工作室嘅工作人員睇到我哋呢一期節目，以下係我嘅少少建議，希望你哋可以採納。